林务局甲地景研究者做伙开2档的时间，收集过去农学会甲美军所翕到的空中相片。今仔日发表地景的试点一本册，希望外界对早前的空中相片来认识60年来台湾的农林发展。 相片内底用试点刻起来，也是蜡笔画分页，其实是专家用来判读台湾60年前农林地区发展的记录。由农学会美军顶单位伫1947年到70年代所翕的相片，本地拢交予林务局农林航空质量所来收藏。这届特别请研究地景的学者，嘛是文化大学中文系兼任教师的黄东宏，加出版相册，互外界嘛通看到过去的台湾。 解释每一个判释痕迹，它的一个作业背后到底是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规范？台湾的一个状态跟60年前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的。 譬如讲，伫历史地景顶悬的部落，原底是啥物状态？作者就伫图面下骹说明，互相片加添阅读甲教育的可能性。林务局表示，伫这批珍贵的相片内底，呈现过去对空中翕相、观察林地、溪流、海岸的变化，提供大众了解环境的变迁，熟悉早期的台湾。 这个视野展开之后，我相信有很多社会大众也开始会期待我怎么样利用这些材料，不止在研究、教学，甚至很多在艺术的创作啊。这批相片的数量超过56000张，林务局委托中研院协助保存，即马嘛赶紧要加数位化，希望赶伫年底通全部放伫网络，互大众通透过画面，知影过去台湾的农林发展历史。记者林雅文、徐凯台北报道。